嘿，各位大家好啊，我是樱花少年小九。那么今天呢，先祝各位元旦节快乐。然后我要说的是，因为猫耳呢出了一个新的活动，所以真的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音频的下方评论一下，因为你的评论呢对小九上榜有很大的帮助哦。拜托拜托，每个人评论一下嘛，这样子小九会超级开心的，然后音频的质量也会超级高。对我有信心吗？爱你哦，啾咪。嘿，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还在忙活啊？哇哦，今天都元旦了啊，这么辛苦的吗？哇，这么多好吃啊！那我等一下万一吃不光怎么办？好啦，那你不要太辛苦了，我现在先去下卧室，等一下我再找你啊。什么事情啊？什么事情的话，你老公我等一会儿再告诉你，好不好？喂，我到家了。什么？哎，是你千叮咛万嘱咐的，说我到家之后就一定要给你打电话的。怎样？现在忘掉了？还是嫌我烦了？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。你不是说你今天有事情要去陪客户的吗？唉，想不到我的好主管也是天天忙东忙西的。怎么样啊？我夸你呢。好了，不跟你耍贫嘴了。那今天我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我发的事情可多了呢，就是最近可能有个同事总是瞧不起我的，还说我跟你可能有些什么关系，所以才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。谁就不用讲了，我就跟你说一下。好了，我先挂了，反正我会自己努力的，不需要靠你。不用了，你快点好好回家吧，然后多吃点饭。哎，今天是元旦哦，懂我意思吧？好好犒劳自己。好，那明天的话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当然是中午啦，晚上我怎么有时间啊？好，拜拜。啊，亲爱的，你怎么到卧室来了？我刚才是在打电话啊，就是跟领导汇报一下嘛，今天有工作啊之类的。好啦，我知道，等一下我就出去了。啊，对了，你过来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吧？啊，真的吗？你做好了？那是超级棒的，我马上就出来，你等我一下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哎，
我的傻瓜老婆，你是不是自己都忘了元旦是你的生日的？来，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。这个项链喜不喜欢？哎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哦。之前我们逛街的时候，你就是一直盯着它的，所以我就攒了好多钱给你去买了。你喜欢就好啦，那收着哦，一定要好好带着，这就当做是你老公的一片心意，然后带着他呢，就觉得你老公我呢就在你旁边，一直守护你，一直爱你，这也是我们爱情的那个什么连接石，好不好？我最爱你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吃饭吧。哇，满满一大桌子的，我有点不相信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今天是你的生日呢。啊，那我先吃什么呢？这个鱼，这个鱼好像不错的样子。有什么事情啊？你说吧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们公司要要派你去美国？为什么啊？你过年都不过了吗？这怎么可以啊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既然你不愿意放弃工作的，那我只好祝你快乐了。说吧，这次去几天啊？半年？半年？好，那就半年吧。我没有生气啊，是不是？又是大过年的，又是你生日的，我只是怪我自己没有给你好日子，让你不能全心全意的做一个全职太太。那饭我就不吃了吧，我现在哪有心情吃饭啊？亲爱的，那你好好准备一下吧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到了或者是现在跟我说，我一定是帮你去满足的。好，那我先回房间了。嗯，宝贝啊，让我抱抱你。我是真的舍不得你啊，所以刚才才会没有心情吃饭的。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非常舍不得你的。傻瓜，
知道你爱我。生日快乐。嘿，我的领导大人。哦，对啊，现在没有人呢。那小公主，小公主，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不要嘟嘴了。走吧，我们吃饭去吧。对啊，我昨天 po 的文你也看到啊。他是要出国了，你别劝我了。我本来就舍不得他的呀，你也知道的。就像上次他去加拿大度假的时候，我不是一个人在家里吗？虽然有你陪着我，但是后面我还是偷偷飞过去了嘛，对吧？还好有你的，不然我假装出差的理由，他肯定是不信的。唉，走吧，我们现在先去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关门干什么？不吃饭了？我跟你讲哦，现在不吃饭，等一会儿可就吃不到啊。哎，这里是公司哎，不太好吧？好了，这件事以后再说。我今天没有心情。走吧，我们吃饭去吧。哎，你真的不去吗？啊？你好好陪我，有你真好。我原本呢，也没有想让你过多进入我生活的，我只是想让你和我开开心心的一起工作啊，一起在周末的时候玩耍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想到你会成为我生命中最后的一层支柱。我真的好开心能和你在一起的。可能这份工作就是缘分吧。你真好。下周可以一起陪我去机场吗？我不想在他离开的那一刻撑不住的失声大哭。真的吗？走吧，亲爱的，我主管的车子都在楼下停好了。走吧。哎，如果你现在趁机反悔的话，我也不会生气的。嗯？什么叫做我不要开玩笑啊？这都要离别了，我当然是想着让你开心一点了，对不对？走吧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讲我笑话。我在公司糗事都被你说出来了，很丢脸的啦。哎，
宝贝啊，你怎么也这样笑啊？哎呀，你们让我怎么办呀？真的是。你来了，我真的舍不得他，他要去办了。你答应我好吗？你永远不要离开我的。你真好。我们回家吧。嘿，宝贝。对呀，我一个人在饭店里面住了一晚了。啊，对啊，就是这个饭店那个洗澡的地方，突然就出了点问题，我就一直在放热水。你到美国有1星期了啦？那我说实话的呀，我一个人在家里面也是总是闷得慌的，而且要吃饭呀，什么打扫卫生，我就想着，要不就去外面住一晚。傻瓜，好好工作啊！你要是这样子一直想着我，但是又愁眉苦脸的，那边主管会不会骂你啊？他就会说你啊，你的工作就 so bad， 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不然我的英文跟你取消了。那我先挂了。我热水都出来了，等一下，我没有洗的话，是不是很糟糕啊？今天流了好多汗的。那我就先这样，拜拜，爱你哦，救命！你不给我一个，什么叫幼稚啊？快点快点，就用手机亲一下嘛，爱你一辈子。对啊，我刚才打了通视讯，来吧。东西着凉了，我被子也给你暖好了，快进来吧。来，让我抱抱你。真是的，就穿一条浴巾呢，怎么可能能够保暖呢？还是需要我用身子给你暖和一下的。傻瓜，生病了怎么办？答应我，永远不要离开我。你真好。baby 啊，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，你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哦，对了，小九有个 QQ 群哦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嘛加嘛，好不好？你加了吗？baby 啊，这支音频就要结束了，你喜不喜欢啊？
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我哦。哦，对了，小九有个 QQ 群哦，要不要加一下？加嘛，好不好？你加了吗？